你知唔知啊？喺理工大學嘅某個角落放住一個超級厲害嘅科學秘密基地，嗰度有價值超過2億嘅高科技儀器，但係好多同學仔可能都從來冇發現，佢就係生命科學中心實驗室。我係生命科學中心實驗室高級科學主任袁日輝。咁我哋日常嘅工作咧，就包括提供一啲儀器嘅培訓啦，同埋研究支援俾我哋嘅研究人員嘅。成立超過10年，呢度可以話係研究生同科學家嘅裝備庫，裡面擁有全港最大最新嘅電子顯微鏡平台。要興建呢一啲可以觀察到細至0.1至0.2納米解像度嘅儀器，所有微小嘅震動或者電磁波都會嚴重影響結果。理大校園附近有隧道、公路以及鐵路，所以我哋學校喺興建嘅時候都落咗唔少功夫㗎。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、食品科學、生物醫學工程，甚至康復治療系，都係佢哋服務嘅對象。話唔定你下次嘅研究實驗就會用到呢度嘅黑科技。呢一部300千伏嘅冷凍電子顯微鏡，主要用於生物結構學，因為佢個解像度非常之高，我哋可以實際睇到蛋白質嘅結構。現時係服務超過40個研究組別嘅。我哋其中一個研究團隊咧，研發緊一個蛋白質嘅藥物，係用於治療肥胖症啦、脂肪肝同埋糖尿病呢啲咁嘅代謝疾病嘅。咁而利用我哋嘅冷凍電鏡咧，呢個團隊就可以了解到呢個蛋白質藥物佢嘅結構啦，同埋進入血液之後同另一啲血蛋白嘅相互作用。咁對於一啲醫學上或者製藥方面嘅研究咧，係有好大嘅幫助嘅。下一集再帶你哋去發掘其他嘅校園寶藏啦！